北角寶馬花園購物商場新港宴會廳飲茶。港鐵北角站尾4出口出，呢個出口可以搭電梯上地面，出站後轉右就可以見到酒樓啦。過馬路後向右行，入到商場搭 lift 上3樓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7點至11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1至5早茶茶錢10蚊，下午茶錢9蚊。星期1至5早茶小點22個8，頂點41個8，下午茶小點20個8，頂點38個8。星期1至5早茶點心14個8起，孖寶36個8，竹家點心孖寶33個8，超值孖寶48個8。每日一款特價點心18個8。早茶星期5特價點心蜜汁叉燒腸18個8，餡料唔多，味道正常一般。孖寶36個8，薑汁雞包仔，包皮鬆軟夠熱，味道幾好。豉汁蒸鳳爪唔會太腍，味道比較淡。下午茶星期1至5點心孖寶38個8，粉麵加點心孖寶46個8，湯粉麵28個8，粉麵飯50個8。滑蛋肉片河48蚊。下午茶滑蛋肉片河48蚊，夾起有煙，食落唔係幾熱，冇乜味道，麻麻。煎釀茄子20個8，炸得幾好，魚肉彈牙，好食。早茶埋單83蚊，下午茶埋單96蚊。